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真侪人身躯爱挂月啊，认为讲会当辟邪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月啊，这日月511第8条。月是一款贵气的石头，会金半汤光，一般用作装塔品或者是雕刻的材料。嘛人讲是月啊，另外当做月环。这日文音读做月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玉兰花，嘛人讲是木兰花、白兰花，是木本的花材，开白花足香。过去一寡台湾的富人人，拢会惯势甲花插入衫，安尼较有香气。即马定定咧路的，拢看得到番啊伫咧卖玉兰花。第二个词读做金言玉语，代表是讲好话，对咱有帮助的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赛车咧路的单人顶，虽有番啊打我来，甲伊卡车窗，希望甲伊交关玉兰花。阿明就提起番啊，咧遮卖玉兰花足危险，希望对方用甲伊当做伊的建议是金言玉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玉这是白音，另外本音读做玉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